台中市政府验出这大肠的假新肉片有3肉精，行政院伫初时召开记者会，表示中央送验的45件样本拢无验出来。食药署今仔搁再表示，甲这3件含台中市验有出色3肉精，共一批来源场、屠宰场，共一只切好的猪肉送验，共款是验无。但是台中市政府是强调，这3项检体做2届拢验有啊，目前要收到这大肠的申请，3天内会复验。台中市政府验出大肠的假新肉片含3肉精西布特罗，初时下中记者会讲，送验的45项样本拢无验出来。采购食药署进一步表示，送验的3件甲台中市政府所检验的是共一批、共一个来源场，也甲屠宰场，分切甲包装的产品嘛拢无验出来。以这个方法来进行21项乙型受体素的检验，那这21项乙型受体素也包含了西布特罗，那我们的检验结果是都没有检出。不过，台中市政府早一步召开记者会，公布检验图谱，公务组确实有验出含0.002 ppm 的西布特罗。定性离子跟定量离子的一个比值也落在这个范围之内，两者都落在这里头。好，那我们就确认了，它确实是含有西布特罗。食安署表示，伫检验3肉精西布特罗的时阵，确实明显出现有较悬，强调依照卫福部食品中动物用药残留量的公告甲建议检验方法，所以对共一批肉品3项检体拢各做2届，拢总抽验6届，拢有出现无正常的情形，因为市民有知影的权利，所以才对外公布。我们没办法确定这样子验出这个瘦肉精的异常，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？所以基于保护消费者、保护市民健康的权益，所以我们必须及时的公布这个异常的情况。台中市政府嘛否认实验室甲检验标准品有污染到，会配合中央的要求，甲原检体送交食药署检验。中央原来搁再强调，目前确认排除伫台过程调查污染。屠宰排场的猪，采样人员都有在监督，然后整个屠宰完消毒，整个消毒完之后，下午再屠宰其他场的猪。大肠已经向台中市政府提出复验申请，一定4天就会有结果。因为3肉精的疑案还未查清楚，台北市长蒋万安嘛宣布，预防性的甲共品项的假新肉拢先落来。台北市卫生局初5嘛去大肠台北营业所这单位稽查，相关的商品拢已经先落来，所以无发现问题产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